覺咧 Chita 就係冇計較嘅，佢冇諗過啊！我過去10年都係想入呢一行，今次我入到啦，我要攞翻晒我10年得到嘅嘢，冇，我完全冇喺佢身上感覺到呢一樣嘢，反而覺得唉已經好開心啦。係啊，最高位置去到第5位，其實已經好開心啦。係啊，多謝大家。咁唔好做咯，不如翻澳門咯。咁又唔好，咁又唔好，仲帶咗2首新歌嚟添。Yo， 叱咤樂壇 Chita 熱鬧樂壇。喺直播室度咧，繼續有09嘅女新人啊，亦都係09嘅第一個女新人。因為咧計算派歌嚟講咧，佢應該係第一個嚟嘅。咁啊，佢叫做 Chita。頭先咧就聽到佢講佢嘅背景啊，或者入行經歷啦。有10年之前，即係同陳奕迅同埋楊千嬅一齊參加新秀嗰一刻開始，到而家都冇放棄過。當然中間係有離開過啦，因為都係意興闌珊啊咁樣啦。聽人哋嘅古仔咧，都對你有少少敬意啊，即係你嗰種堅持啊。OK，咁當然當中嘅辛酸咧，我唔想問咁多啊，我驚我對你嘅敬意再加深落去唔得了啊！即係我唔想問你，咁你嗰陣時點樣維生嘅咧？係咪先？你有冇一份正職喎？咁呢啲唔問，大家估到啊，其實。咁咧，所以咧，我就邀請大家。如果閣下係有耳仔嘅話咧，就好俾心機咧，就聽下以下呢2首咧，都係 Chita 寫嘅新歌。咁啊，我對佢有2份敬意啫，我唔知大家點啦吓。咁啊，如果你有耳仔嘅話咧，不妨可以俾啲意見呢一個新人。你諗下佢10年噶啦，喺澳門度走過嚟呢度，都係想將自己嘅音樂俾大家聽啫。咁啊，聽到 Make a Love Song 啦，咁我哋903咧都表咗態啦。各 DJ 根據播放率咧，最高播放率咧就係第5位嘅。咁啊，以下呢2首歌，我就接到嘅時候咧，就覺得哇，都幾難揀，邊首係 second plug 好咧？因為主題同埋曲風咧都好唔同嘅。係啊，咁不如我哋先講呢一個各行各路先啦。好，各有各路其實係各有各路。其實呢一首咧係講一個態度嘅一首歌啦。咁我咪講過話音樂即係好難行，同埋中間都會有人打擊你嘅信心噶嘛。即係話俾你聽，做音樂唔好啊，或者我哋唔好話講做音樂啦，可能有好多嘢都會有人話俾你聽，喂，你做呢樣嘢唔好，或者咁樣又唔好㗎。嗱，你短頭髮又唔好啦，或者你啲眼睫毛太長又唔好啦。咁中間入面有啲歌詞就係講，譬如話紅白配合我漂亮晚裝，迎合你便要再覓配方。咁其實係講你中意紅色白色，覺得係適合你今晚嘅晚裝，但係可能我覺得黑色先至係襯我咧。咁所以每一個人都有佢自己嘅 talent啦，同埋應該行嘅路啦，咁所以就係想講翻呢個題材嘅。會唔會都係你自己嘅態度嚟嘅咧？係啊，因為嗰陣時好唔開心啊嘛，即係有啲人唔支持自己做音樂，咁所以就寫咗呢一首歌咯。或者就算支持你要做音樂，可能佢哋都有佢哋個音樂路向，例如就係你唱咗人哋啲歌先啦咁樣。咁但係你就覺得唔係，想唱自己歌，都係我有我嘅路，算啦，我哋唔啱傾，我咪揾個第二個經理人咯，就係咁樣。喂，嚟到呢一刻咧，會唔會諗翻轉頭？如果嗰陣時可能聽咗某一啲經理人講，我已經入咗行啦，入咗行，因為有一個說法就係。到你真係紅咗啦，有人識，再行翻自己條路咯。你又點睇呢一個嘅說法咧？我又即係如果再俾我揀，我諗我都係會咁樣揀，因為都因為我咁樣揀而令到我有咗更加多嘅經歷啦。譬如真係去入咗個 publishing 公司去作歌俾歌手啦，即係識咗好多人即係幫我咁樣，咁係其實開心嘅經歷嚟嘅。OK， 好彩堅持咗係嘛？係啊。如果聽咗人哋講行咗人哋嗰條路先呢，可能已經唔係今日嘅 Chita 啦，變咗一個血肉模糊啦，又唔知佢似邊個嘅女歌手啦。嗱，我而家咧就俾樂迷試聽少少先。好。呢首都係你自己包辦曲詞嘅喎。係啊。各有各路，好有態度。大家就要留意下啲音樂啦，或者編曲啦，甚至係歌詞內容。咁陣間我哋仲有第2首俾大家揀嘅，聽住先。記住呢個係1號參賽單位。有人對我前路不敢希望，身上所穿着服裝都不多好看，節目也過盡了不應該，這麼太不當，問我怎看？多謝關心，但我真不怎麼稀罕，世上那角度太多，真不知怎計算，不應計算因果。
有角落。明白配合我漂亮萬種，迎合你便要再未配方，明白這道理你便會知怎麼。這世上有幾百萬個主意，幾百萬個配方，幾百萬個你不知道。明白了便要放大眼光，沉下去沒法繼續再闖，人大了便會進入了失憶檔案。Oh no， 身體會繼續搖晃。好啦，我哋聽過1號嘅參賽單位啦，各有各路啊。跟住咧就有2號嘅參賽單位咧準備出場嘅，因為今日咧 Chita 帶咗2首歌嚟，佢就哎呀死啦，唔知 make a love song 之後 plug 邊首好咧？咁啊，大家可以俾啲意見佢啊，上我哋 my903.com 嘅 forum。咁啊，第2首咧完全唔同嘅個風格。係。頭先如果各有各路咧係自己嘅心態咧，我就唔知以下呢個係咪你嘅心態啦。如果你做過空中小姐咧，咁就應該係。但係我頭先聽你講，你好似未做過喎，係咪啊？未啊，因為呢一個就有一個故事嘅，就我有一個朋友，即係好好朋友啦。佢有一日就打電話俾我話：喂 Chita，我尋晚發夢咧，你作咗一首歌叫《空中小姐》，曲詞包辦，咁咧就即係上咗去number one song，即係好 hit 啊，大 hit 啊呢首歌。我話係，咁跟住我就有一首歌嗰陣時未填詞，咁我覺得好啱填呢一個題材，所以就你唔係為咗做訪問而作一個咁樣嘅故事？唔係啊，點解會順到咁啱？唔係，我深信如果真係作嘅咧，又冇理由作得咁白嘅。嗯。真係有一個咁嘅朋友，係啊，點解咁㗎？咁跟住我就諗咗，即係空中小姐呢個題材其實就係我呢首歌係 Big Band Jazz 啦，即係有啲調皮咁嘅感覺嘅，咁就係講空中小姐